喺馬太福音24章，神講到喺末世，但係末期還未到嘅時候，有戰爭、瘟疫、饑荒、地震，各樣可怕嘅災難。但係到真係末時到之前，有一樣嘢係我哋基督徒要預備嘅，就係逼迫。喺呢一個約翰福音16章，神講到我哋會受逼迫，被趕出會堂，即係被邊緣化，甚至有人會殺我哋，仲以為係侍奉緊神。我哋見到喺好多時代，有人以為侍奉耶和華而殺我哋。有人以為侍奉呢一個該殺我哋，有人以為侍奉教宗聖母殺我哋，邊緣化我哋。末世再一次出現啦！喺末世嘅時候，我哋又一次有機會大幅度咁俾人逼迫，俾人邊緣化。嗰啲殺我哋嘅人，逼迫我哋嘅人，仲以為侍奉神就係侍奉敵基督，其實係侍奉魔鬼。喺呢一個情形之下，神喺約翰福音16章特登同我哋講，點解呢？佢怕我哋會跌倒，因為面對咁多苦難，而我哋並冇做任何傷害人、傷害神嘅事，而面對咁大量嘅逼迫，而因此跌倒，亦都真係好似喺馬太福音24章講，有好多人都會跌倒。但係，如果你係真正得救嘅基督徒，你係唔會跌倒，因為呢一切嘢已經神講咗俾你聽。到真係發生嘅時候，神會令你諗起佢講嘅呢啲話，你就會知道原來呢啲逼迫、呢啲苦難並唔係神俾我哋嘅，係魔鬼俾我哋。佢想逼我哋跌倒，想逼我哋離開神，想逼我哋唔好行善。我哋要學習基督，勇敢、謹守、溫柔、良善。基督雖然面對極大嘅逼迫，被鞭打、被藐視、被釘十架、被人輕慢、嘲笑、責備、掌摑，但係基督喺十字架上講乜呢？基督喺十字架上講：父啊，寬恕佢哋，因為佢哋所做嘅，佢哋唔曉得。我哋亦都要有基督嘅心懷。基督係被罵不還口，受害不說威嚇嘅話，就好似彼得前書嗰度咁樣講。我哋做基督徒亦都要有同樣嘅心志，就好似彼得前書3章講到，我哋雖然係行善，仍然受苦，而繼續行善就最能夠榮耀到神，就好似基督榮耀神，不但神得榮耀，基督得榮耀。我哋如果與基督一同受苦，點樣一同呢？就係做善事都俾人逼迫，受苦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同基督一同得榮耀。願大家都想望將來嗰個不滅榮耀嘅身體，想望那不能朽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，為我哋存留喺永恆嘅基業。就好似彼得前書1章所講，願我哋全部呢啲真正蒙揀選得拯救嘅基督徒，都能夠奮戰呢場屬靈嘅戰爭，為神奮戰，以致神得榮耀。不要以惡報惡，眾人以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願基督徒都喺呢一個末世就快完結之前嘅大逼迫，以善勝惡，
就好似羅馬書12章所講，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願所有得救嘅基督徒都得榮耀、得永生、得永遠神嘅愛同永福。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